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0篇，何西阿书14章第1节到第9节，路加福音第12章22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需要烦恼。先知何西阿伊真有耐心来苦劝以色列人，着爱悔改来转向上帝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一再搁倒转去原来的歹，离开上帝。先知称以色列人是虚假的反悔。何西阿再度呼吁劝勉以色列人归回上帝。伊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恁的罪互你跋倒啊！恁着爱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恁着爱倒转去到上主遮来伊祈祷讲：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过，来听我的祈祷，互阮会通照所成立的来上赞你。亚述人袂为救阮，战尾也袂当保护阮。阮无搁再误上讲，恁是我的上帝。上主啊，阮知你孤儿是人子。先知何西阿搁讲到这个以色列人，着爱祈祷上帝，告别家己的软弱，祈求上帝的保守。因为不但袂通靠家己掠做家己的快乐会使，也袂当靠亚述，也袂当靠战车，搁较袂当靠手所刻的这个偶像。以色列人到底要靠什么人？基督徒的倚靠到底是什么？当然毋是家己，也毋是军事的强国，搁较毋是迄个偶像。过去一再来离开上帝、敬拜偶像的以色列人，想要得到上帝的保守，必须爱真彻底来改变。若无的时阵，因的性命无有改变的情形的下面，将来就一定会遭受到困难，因为无法度来得到上帝的保守。前礼拜咱有提到迄个基督徒的新性命，基督徒的性命改变，就是蒙恩得救的基础。人无愿意受人改变，就袂会有上帝圣神的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，也就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典。因为何西阿先知安尼甲以色列人来讲，上主讲：我要医治我的子民的伤痕，专心一意来听因。我无搁再因受气。我是以色列人担地的这个甘露，因要亲像百合花开放，亲像黎巴嫩的大树深深来扎根。因要生出新的芽，亲像橄榄树同款的水。因要发出香味，亲像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因要搁一摆得到我的保护，因要亲像花木无生的花园，亲像多产的葡萄园。因要亲像黎巴嫩的酒。以色列人要甲偶像来隔断，我要听因的祈祷。
照因。我要亲像这个长青树来庇荫因。我是因一切福气的源头。上帝要医治人的病，病得到医治的人就会得到新的生命，就好那亲像活起来共款，搁活共款。这个情形就亲像迄个生态高病得到医治的乃曼将军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所以乃曼得到通啊到这个约旦河去，照以利沙的指示，伫河里来浸7摆，伊就完全的清气。伊的皮肤通啊得到复原，亲像囡仔共一样。列王下卷第5章14节。基督徒必须要学习信靠上帝，专心活过，就会得到上帝的看顾，就无需要烦恼。亲像耶稣基督教导的主导文安尼讲，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，所以我甲恁讲，毋通为着生活的需求会食物，也是身躯顶所穿的衫来操心。性命比食物搁较贵重，身体也比衣裳较贵重真济。看遐个乌鸦，因无种作，也袂收成，也无仓库，上帝要顾饲因。恁比鸟仔搁较贵重。恁中间有甚物人才着忧虑加活几工呢？如果恁连安尼的小事也做袂到，又搁何必为着其他的事来操心？恁看百合花怎样生长？伊也无工作，也无芳势。但是我甲恁讲，甚至迄个所罗门遐尼荣华的时阵，伊的衫也比袂起一对野花安尼的水。野地花今仔日出现，明仔载就孤单，就互人迄伫火内底来烧。上帝就安尼来互因糟蹋。伊兼无要阁赏赐衣裳互恁吗？恁的信心伤过细啊！所以恁毋通赶路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，为着这个事来烦恼。这个事是世上无信的人所咧追求的。恁的天父知恁需要一切的物件。恁着爱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，伊就会将这一切拢供给互恁。破病得到医治，性命受到改变的人，就要得到上帝赐福保守。当然，咱连用这个日用的食品，拢有上帝的保守。对日常生活的需要，开始拢无欠缺。保罗甲腓立比教会基督徒安尼讲：恁应该拢无赶路，伫基督的中间，将恁所需要的来甲上帝讲，用感谢的心祈求。上帝所赏赐互人迄个超越会通理解的平安。会借着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怀意念，这是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所提起的。所以，咱若是真心来倚靠上帝，咱就无有甚物通好忧虑的。诗篇60篇，上帝啊，你有气杀阮。拍碎阮，你有对阮受气，
但求你搁倒转来原籍，你甲予地摇震动，予伊离开。求你修补伊的空隙，因为地还伫震动。你有予你的子民拄着苦难，有予阮啉予人颠来颠去的酒。你为着敬畏你的人的大旗，调集因，予因脱离强战的攻击。求你回应阮，用你大权能的手来拯救阮，予你所疼的人得到解救。上帝伫伊的圣所讲：我大胜利啦！我要分管事件，分配苏格的山国。基列是我的，玛拿西嘛属伫我。以法莲是我的头壳，犹大是我权柄的冠，摩押做我的翼盆，我ฮ็我的鞋伫伊动。非利士啉胜利的声，喊胜利的声。啥人会带我入去坚固的城？啥人要带我入去移动的地？上帝啊，你减有去杀阮！上帝啊，你减袂阁甲阮的军队斗阵出征。求你援助阮攻击对敌，因为人的帮战袂靠敌，靠上帝阮才会得胜。伊会拍败阮的对敌。感谢上帝应允甲阮同在，也感谢基督担起阮的重担，互阮通袂惊吓，毋免惊，无需要烦恼。感谢主赏赐阮平安，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